旧年5月7日是江家祖师爷鲁班的圣诞。伫中华鹿港，自1996年开始，逐当拢会照古礼来办祭拜的仪式。现场是展出200多件作品，要来甲先师祝寿。遵照古礼祭拜卡城先师鲁班。旧年5月7日是鲁班公圣诞，中华鹿港逐年拢会举办鲁班公宴。朝阳鹿港协会今年邀请文化部政务处长李正辉担任主祭官，人间国宝是郑阳、陈万玲等人担任礼赞星。朝阳鹿港协会呢主办这鲁班公演呢，今年已经进入到第27年，咱今仔日有第108道的这个讲座看到。来演奏书。那我想，公益的推动是文化部的重要的责任，我们会继续的跟民间的协会一起来努力保存。今年鲁班公演有11位人间国宝，38位各县市登录的工艺保存者，佮有全台湾12个县市的工艺师，计共108道的作品。工艺师嘛不定时伫现场甲民众分享创作。伫这个漆器这个物件，其实是古早伫咱的生活中内面。古早的时阵咧做家具，因一定爱讲用这个青漆，就是讲干漆来漆这个家具。今年也特别邀请伫基南国立传统艺术中心、甲草屯国立台湾工艺研究中心的2尊鲁班公登来做客看戏。这一年一度的鲁班公演，我感觉真好。足侪工艺作品拢伫咧遮，我感觉地方各个地方的特色拢有集合起来。现场有木雕、漆艺、古瓦丁，阁有原住民的作品，侪多元的传统工艺，透过看到的方式来演奏书，嘛开放给民众做伙来欣赏台湾的工艺之水。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。